心靈的旅程有溫暖的光芒，那是我真心的向往，如同璀璨的星光，指引我的心前行，不再彷徨。約翰嘅門徒將呢一切嘅事報告咗俾約翰，約翰就叫咗自己嘅2個門徒嚟，打發佢哋去主嗰度咁樣講：你就係要嚟嘅嗰一位，或者我哋仲要等候另一位呢？2個人就去到耶穌跟前，就咁講啦：洗者約翰派我哋嚟問你，你就係要嚟嘅嗰一位，或者我哋仲要等候另一位呢？正喺嗰個時候，佢醫治咗好多患有病痛同埋疾苦嘅，並附有惡魔嘅人，又恩賜咗好多盲眼嘅睇見。佢就回答佢哋咁話：你哋去啦，將你哋所見所聞嘅報告俾約翰，盲人睇見，跛嘅行走，癩病人潔淨，聾人聽見，死人復活，貧窮人聽到咗喜訊。凡不因我絆倒嘅，係有福嘅。約翰嘅使者走咗之後，耶穌就對群眾論述約翰咁話：你哋出去荒野度係為咗睇乜嘢呢？為咗睇一支被風吹住嘅蘆葦嗎？你哋出去到底係為睇咩呢？為咗睇一位穿着細軟衣服嘅人嗎？啊，嗰啲衣着華麗同生活奢侈嘅人係喺皇宮裏面。你哋出去究竟係為睇咩呢？為要睇一位先知嗎？係嘅，我話你哋知，而且佢比先知還要大。關於呢個人經常記載咁話：睇下，我派遣我嘅使者喺你面前，佢要喺你前面預備你嘅道路。我話俾你哋知，婦女所生嘅冇一個比約翰更大嘅，但喺天主嘅國裏面最小嘅，亦都比佢大。聽教嘅眾百姓同稅吏都順從天主正義嘅要求而領受咗約翰嘅洗禮，但法利賽人同法學士就冇受佢嘅洗，喺自己身上讓天主嘅計劃作廢。我可以將呢一代嘅人比作乜嘢呢？佢哋好似咩人呢？佢哋好似坐喺街上嘅細路仔，彼此呼喊咁話：我哋為你哋吹笛，你哋又唔跳舞；我哋唱哀歌，你哋又唔悲哭。因為洗者約翰嚟到，佢唔食餅，又唔飲酒，你哋就話佢附咗魔。人子嚟到，又食又飲，你哋又話呢個係個貪食嗜酒嘅人，係稅吏同罪人嘅朋友。但一切智慧之子必定會彰顯智慧嘅正義。正經注釋喺第29同埋第30節裏面咁話：卑微小民聽到約翰嘅講勸，悔改受洗咗，做咗進入天國嘅準備。反之，自以為義人嘅法利賽人卻拒絕咗做呢一啲嘅準備，而至今被棄於天國門外。耶穌僅以依撒意亞先知對默西亞嘅預言貼喺自己身上，答覆約翰嘅詢問。絆倒，即係話因懷疑不信而致喪亡嘅意思。論約翰作前驅嘅職位，沒有能夠超越佢嘅，但係講到所享嘅福分，遠唔及新約嘅子民，因為佢還係屬於舊約嘅人。